你不是会古文吗？看看写的什么。吴贤，你稍微稳定一下，我扫描一下碑文。应该是记述了这个石棺棺主的生平。是什么人啊？好像是鲁国的一个诸侯。这个人天生就有一个鬼玺，能够向地府借阴兵。他在战场上只要一亮鬼玺，地下就杀出大量的阴兵，掠走人的魂魄。所以他战无不克，被鲁国公封为鲁商王。三叔，潘子，三叔，吴邪，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三叔，潘子，三叔，海少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刚才三叔和潘子突然就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他们怎么会突然不见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他们应该不会丢下我一个人不管的吧？再说了，刚才有没有什么打斗的声音？他们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怎么能不着急啊？现在这有7口棺材，还有一具陌生的尸体。三叔，潘子，三。随便说什么，我就想听到声音。现在我一个人在墓室里，我害怕。哦，你别怕，我们在。刚才那个就是七星一棺，我在爷爷的笔记里看过，七星一棺就是指墓室里有7口棺材，其中只有1个是真的，剩下的里面全都是机关，如果开错一个就死定了。那你是说那个外国人中了机关？我想应该是吧。他们以为所有的棺材里面都有宝贝，结果反而被拖进了棺材。哎，这有个洞，说不定我能出去。
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我这边有一个岔口。我看不清楚，你说给我听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就凭凭人品吧。哎，那儿有个洞。哎，你觉不觉得这地方有点眼熟啊？嗯，这不是我刚进来时候的墓道吗？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说我容易吗？第一次进墓室，到哪儿都碰到粽子，连口气都不让我喘。我现在只想赶快找到文物，让三叔他们找到我，带着文物一起回家。吴邪，你可千万不要气馁啊！我知道。哎，刚才那个图上面，说不定有什么线索。哎，你先别动，我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字儿啊？上面哪是字啊？都是些鬼画符。哎，这有一张地图。哎，这该不是古墓设计图吧？这个是墓道，这个是七星仪关，那旁边就应该是……上面没有画着我刚下来的墓室，他们应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。这个是我刚才爬过的洞穴，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分岔口。哎，吴邪，你看另外一个分岔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儿啊？它，你们看啊，这个是我现在站的位置，可是这个图上分明就画着，在这个旁边还有一个墓室。对，连接那墓室之间的是条虚线。这么说，在这个墙的旁边有一个密道。我研究过石头暗门的结构，触控暗道的机关一般都是平板。如果真的有暗门的话，这里面一定有一块石头是可以活动的。你怎么样？哎呀，人还没崩溃，你这破机器先崩溃了。哎呀，你不要着急啊，这地底下没信号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你该不会想要下去吧？刚才吴邪触发机关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，说不定他已经出事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三叔没允许你下去。三叔是没有允许我下去，但三叔可没有不允许你下去吧？
哼。